咧就嚟拍攝呢個競爭者 1v1 1v1 啊，easy 啦 1v1。等一陣大家 1v1 有啲耐。玩呢個十字路口，唔碼頭。呢個，哎呀，又落場好難，同呢個，關掉呢個自動射擊，停用，練技術啦，關掉自動射擊。OK， 直接靜音模式。認真模式直接唔驚佢啦，好啊。雖然佢拎 RPD。OK，RPG 垃圾 ，RPG 打咩都贏噶啦。OK， 嗰度。一槍都唔中，大佬，笑，俾殺咗，哎呀，俾殺咗。吸呼氣，冷靜。我鏟，觀察，這裡狗這邊RPG，呢邊射，一中 ，yes，OK， go，OK，哎呀！我約定咗呢個朋友要9點半拍片，但係遲咗。爆頭，爆頭，哇射到我，嗰邊，嗰邊好明顯，走咗過嚟，喂，有啲卡最近我 WiFi，殺到，哎呀！go，唔使驚噶啦，對手，畢竟我都唔係揀個地圖，我都唔太識玩呢個地圖。去邊啊？哇！刀，用刀殺。再玩多次 1v1，唔信我打唔贏佢。練槍中，一槍唔中，佢仲喐拳。Go！
前個影片，講普通話，感覺自由一下。打呢個77級，唔信擔贏。OK， 呢度啲聖誕裝飾，靚槍，點解死咗呢個傻佬？傻佬？佢想去邊啊？竟然死咗。OK，點解又係呢種？討厭 RGB。而家好多人都用 RGB 超級恐怖。RGB 嗰啲都係機。我知道我會得罪好多人，但唔驚。一槍不中，你都係啦！呢度有咩人睇我個影片？係一槍不中，嚇？點樣死啊佢？嚇？驚！我打唔死。OK， 跌咗。唔卡。RPG 騰身牛逼。換個彈。喺呢度。一個滑鏟，我嘅底下。贏咗，冇開自動射擊㗎，我冇開自動射擊㗎 ，easy。但係佢都贏咗2局。我笑得有啲瘋狂，笑得非常瘋狂。呢個美國嘅 server 好似有啲係咯，我啲撈有啲停，直接猛攻。
OK。贏咗！第一次冇開自動射擊贏一局。今次影片玩3局，所以玩埋呢局，今次影片就會完啦，拜拜拜拜。呢個成100幾級，有機會可以打贏。如果佢冇開自動射擊，咁樣嘅配置，哈哈，佢衝過咗，我打邊個兵？佢刀啊！佢刀啊！點係射擊㗎？絕對追擊人。佢嗰度嚇？我躲咗喺嗰度㗎喎。外掛，外掛，我覺得係外掛，唔一定係。OK， 走。殺咗一局，終於唔知佢做緊咩，唔知佢做緊咩，殺咗佢。佢喐到啊，唔係掛機啊！佢死咗啊！佢死咗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哇！自己跳咗落去我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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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雞！嗰度大佬，跳去嗰度招架不住。
以落返嚟。終於贏啦！呢個人好厲害啊，好厲害，好厲害，嘻嘻嘻嘻，癲咗。No，佢唔知我冰咗佢，佢唔知佢冰咗我，佢唔知我冰咗。希望佢冇愛啩。Yes， 最後一個，希望越級挑戰到啦。向 RPG 啦，快速逃跑！爆音啊！係啊，呢輯就拜拜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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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